本日也是清明拜嘅毕业典礼。俺这个做啊，俺都唔信，个政府会拿人学校废掉去。在这边有心思哦。你调查的我卡。这里不是你逃避的地方。姑嫂，你叫你嚟。我相信你。元旦过寿，喺你大家共同嘅回忆。3月初8喜事，拜1到拜4暗晡8点，客家天视台。